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气象署发布风台陆上风台警报，强度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上计明仔载下晡到暗头会对南部登陆。花莲马太安溪水是涨甲真悬，变道成风起来继续发布红色警戒。台东关南回公路有车失浪，轿车驾驶不幸死亡。前总统蔡文昨伫德国演说，讲欧洲甲亚洲拢受到连地作战、假资讯、威权的渗透，强调沦陷是民主国家的关键。来关心第26号风台红，即马是继续往台湾挖紧，也毋过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了。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是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迫效应上明显的一天。宜兰的山区阁有湘北市甲花莲台东地区，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大雨就会刷，暗过山坪天遐厝已用一半陷伫半空中，随时拢可能落落，为免互人心惊惊。当然嘛，担心啊，早起6、7点就来啊。迄种沙包，我住年小海南路啦，我读过啊。宜长大地工程也不来，清2、3次的。风台豆豆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带来强风大水雨。北投立龙宫横边11透早阁发生路树倒去意外，好在再无人员受伤。新北市万里区或是抢进水口周边道路也出现土石崩落去，阻碍交通。好在8点外已经成功排除。气象署表示，11是风台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版效应上明显的一日，针对宜兰山区发布超大水雨警戒，湘北甲花东山区顶地也会设置大水雨。在宜兰县已经有来到超过300毫米，其实过去24小时宜兰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500毫米，所以在警戒的范围里面呢，其实宜兰县是降雨警戒的情形，有超大豪雨发生的状况。气象署表示，第26号风台红目前伫高兰比西平，继续向台湾行，强度已经减少做轻度风台。陆上警戒区域除了恒春半岛、高雄、屏东，也扩大到台南甲台东。有5拜3上接近台湾，拜3下晡到尾暗有机会伫南部登陆。各地拜4透早到东部海边，暗过强度登陆位置也是有寡无确定。提醒中南部爱加注意风台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花莲的雨是愈落愈大，马太安溪水嘛涨甲真悬咯，变道已经成风起来，有部分路段变道嘛已经互大水冲歹去咯。今仔早起大高山部分路段土水是真济哦，目前嘛共款发布红色警戒，人员拢爱撤离。也毋过大马村长王祖安伫咧巡庄头的时，却看到讲有人无照规定哦去2楼以上避难，也是讲撤离，恐惊哦这人员会受到处罚。花莲马太安溪安康便道车站下晡已经成风起来，交通部11观测到北向的便路部分风冲甲断去，南向的车路路面是规个淹去，但是这情形爱等水退才当确认。花莲雨势愈来愈大，马太安溪水位愈淹愈悬，土水嘛冲入去万盈乡的明利村，水淹到大高山顶悬。车祸大水冲落来，掉伫大牌遐，早起已经有工作人员含机具入去到明利村来帮助清淤，不过土水嘛是一波搁一波一直来。对，一阵一阵，一波一波这样。波的时候你就差不多嘛。一台车！村长话拢还未讲了，就看到车祸土水冲走去。因为风台愈来愈急，马太安溪帮山湖持续红色警戒，枫林、万盈含江河等3个乡镇是维持强制撤离避难。不过大马村长巡逻所发现嘛，是有居民走倒去厝，无就是无对地避难。别的村啦，有的回到家里说，我怎么家里可能还看到一些村民？我说跟他们讲说，就算你们垂直，绝对不能在马路上逗留。如果一旦出门的话，被警察发觉到，他一定会跟你开罚单。村长强调，讲拢有严格管控红安地的大马村民，马太安教会阁有铺岛面层，互行动无方便的会当休困。很好啦，这是拢老伙仔来啊，别啦，行迈较大就好啊。对，都是到花莲，比较不方便啊。因为马太安溪便路暂时无法度通行，江河乡的居民未来若是要去花莲市区迄边，也是看医生，必须设去别条路。村民希望风灾过后，就会当较紧来抢修。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气象署指出，风台明仔载为南部登陆伫台东附近出海哦，台东嘛列做陆上的警戒区，因为台东关雨势落了真大，伫南回公路大溪路段有一台货车甲一台轿车相撞，轿车的驾驶不幸死亡。
台东的大雨是一阵一阵，南回公路大溪路段，透早7点外就发生一架落南的大货车，甲一架上包的轿车相撞，造成轿车的驾驶舱病急救了后，还是不幸死亡。也若敢因为落大雨造成视线不良，警方也会调查。风台愈来愈晚，气象署预估风台的路线可能为台东附近出海。台东县风力做是较会淹水的所在。早起台东市公所准备6000个沙包，提供带伫咧地势较低的民众来领。不过台东市南王里一个集合式的主题区已经捌淹水几啊届，因为遐私人的水沟啊，甲公有租人的土地，遐的水沟啊是相通的，有当时啊若塌掉咧，水就会淹入去人家厝内底。即届风台来附近的民众拢唔敢去上班，都惊厝内阁淹水。即马里长去借一台抽水机来，希望能暂时解决即届淹水的问题。怕说等一下去上班，今天没放假，等下就淹起来。雨大一点点，再大一点就开始淹了。它后段变小，把它再放宽回来。那它的县府的电梯又承租给一般的，已经有租给一般的民众了啦。目前热岛甲南势风雨持续咧增强，海面的风影真大。气象署预估下晡东部的雨会愈大，呼吁民众都要做预防措施。外口风雨大，若要出门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宜兰县是个继续在落大水雨。宜兰桥卡的停车场已经积水了，也毋过有车袂使走。部分市区甲农业道路嘛开始在淹水。公路局嘛宣布讲，台九顶线苏澳到东澳路段，早起10点50分开始，就袂当去驶入去咯。县政府即马嘛甲灾害应变中心提升做立即开设。宜兰河桥下卡的停车场是出现积水，一寡车搬的链仔拢浸伫水内。警方统计，阁有11台车还未退离，持续通知车主。随着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县是持续在落大水雨。县府今仔日10点宣布开设灾害应变中心立即。宜兰三星乡的车路淹水，民众讲是第一摆看到安尼。东山五街含转为地势较低的所在，车路含磅空拢淹水，紧急救封锁线，避免车搁弄入来。山区的车路台九线417.5公里处有石头落落来，警方赶去现场处理。公路局嘛宣布讲，苏花公路台九顶线苏澳到东澳路段10点50开始实施，敢若会当出去，袂当入来。甘蔗就会豆腐啊，就烂掉。哎呀，就会容易有腐烂的。风台大水雨嘛影响到农民的工课，宜兰三星长仔农就烦恼讲，雨若一直落，长仔拢会倒去浸甲烂去。台里县长林茂成过去关心长仔农，全国敢若宜兰风烈日雨量警戒区域，预测雨量嘛是全国上悬。三星长仔上惊水，县府嘛会全力帮助风灾。天晴之后，可能要马上会同我们的公所、农会一起来做一个了解，赶快制作表格。那这个部分涉及到的一些损害损失，我们赶快来跟中央来呈报，尽可能的来争取相关的现金救助。县府表示，已经甲农民说明讲，等天气转好，日头出来，会含公所做伙去了解相关灾损，随甲中央订报，争取现金的救助，帮助农民来渡过难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去基隆港务分公司视察，针对12海里内的船只若无要赶紧离开，交通部会考虑禁止船只入港。公路方面有11条警戒路线，目前是个算安全，也未封起来。航港局统计，今仔是有8个航线，99个航班停驶哦。民航局嘛表示讲，早起国内线已经取消29个航班咯。为了掌握风台敢袂造成影响，交通部长陈世凯拜二去基隆港监控中心来视察，了解港口敢是有做好影响风台的准备。航港局正在撤离12海里以内船啊。如果这些船只太靠近本岛的话，12海里以内，我们很担心台风会造成他们的搁浅，那造成我们海岸的破坏。那所以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劝离当中，在苏澳那个地方，那我们目前用劝离的方式，那如果他们还是不离开的话，我们以后可能会考虑禁止让他进港。风台来，毋若交通严格戒备，基隆的民间油艇管理公司神经嘛加真严。风台就伫要来，基隆8斗油艇码头有真侪船拢已经提早用吊车吊起来岸边，也若无吊起来的船除了加把锁会固定，嘛有派人定时去巡逻。必须要绑那么多啊！如果风会把这个绳子都吹，这个很粗的都会吹断掉。都一定要，就是要一直来住在船上啊，就要一直顾着，一直顾着。也是会担心啊，就是这个绳子要多绑一点。
交通的部分，根据航港局的统计，11拢总有8条航线，99个飞行机全停飞。民航局表示，到11早起10点为止，国内线的飞行机有29班取消，2班满分；国际线甲2环航线有6班取消。伫公路的部分，目前有11条警戒的路线，不过因为要算安全，所以还无封起来。代替11早起成立1级应变小组，确认全线因应风台整备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北部台北文化大厦今仔国校区龙天课阳明山的风雨是真大哦。今仔北基桃只有桃园市决定要停班停课，其他是拢照常上班上课，嘛拍破过去共同决策的做法咯。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拢是看专业的数据来决定，嘛是有甲附近的县市来交换意见。风台天硬雨线，淹过雨线一直开花。风台来文化大厦11个校区拢停课，附近的店大部分拢无开。在地经营超过20年的早餐店头家娘讲，今日早起风雨无算大，会开店是惊讲一个住伫山顶的学生无通食。最主要他们还是有住宿的学生啊，还是会出来吃。明天应该是会比较严重。风台来，进前捌发生过崩山意外，前山路101项。工程人员早起的进行边坡的加强作业，搁再向山顶起立，到上游区就能感受到风雨愈来愈大。台北市区的风雨是一阵一阵，也毋过有学生讲，早起自贵人出门要来学校的路的雨不止啊大。那你刚从哪边来？云南岛。基隆，希望可以放假。照往例，北基桃、风台架拢是最近决定，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昨晚宣布，10月除了阳明山区12个里以外，其他拢正常上班上课，也拿同期是全市拢向风台架。我们这一次其实就是依据专业的数据来做决定。那当然，我们也会考量到市民朋友整体正常生活不被受太大的影响。但是依照相关的数据显示，在台北市阳明山区周边，我们针对12个里可能会达标，我们来停班停课。新北市在山区有7个地方达到豪雨的等级，可以停班停课，我们就做了停班停课的决定。这一切按照所有的科学的依据来做好停班停课的准备。蒋万安讲，市府会继续掌握规个风台动态，并且注意风台影响，也会照往例加边海县市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北部只有桃园市宣布讲全市停班停课，市政府是指出讲桃园沿海的风是比新竹甲新北市搁较透，所以阁有考虑到分区放假恐惊会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所以才会宣布讲全市放风台假。风台瓦近，台北市干那山区12个里停班停课，新北市有7区停班停课，干那桃园市宣布规个市停班停课。市这去甲桃园甲新北的交界，桃园永过干那隔壁尔，不过一边有雨，一边无雨，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无啥风雨。这一条线过去又是桃园，我们快知道，没上班就没有什么上班族啊，差了将近有1/3。毋那路人人真少，透早机场坐运通勤的乘客嘛减真济。不过，也受袂少桃园人爱坐车去台北上班。下去上课，因为台北没放假，风雨又还好，没有到很大。我去台北上班，就是我去打工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桃园市平均的风力是5级至6级，上大的阵风是8级至9级。外海的陆地、大园、观音甲新屋平均的风力是6级至7级，上大的阵风9级至10级。透风的情形甲7月初丹那市风台来共款，顶一届是分区歇风台假，这一届是规个桃园市拢歇，嘛引起讨论。不止达标，还比这个下限高了1级。第二，考虑到我们桃园几个沿海区跟非沿海区通勤通学的这个现象非常的密集。针对桃园停班停课引起议论，市府讲桃园沿海透风的情形明显比新竹甲新北较大，而且考虑毋是休热的期间。那分区休困，可能的占面真快。甲7月初丹那市风台来，采分区停班停课的情形无共款。此当时平地透风要达到休风台假的标准，还阁有一段距离。加上迄当阵是休热，影响相对有限。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市北区一间卖广东梅的店家，昨是互民众翕到讲有鸟鼠仔伫咧煮梅大鼎顶头，店员搁伫边仔切菜。早起这个店员本地就要开门做生意咯，也毋过后来又搁关门。台中市食安处是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工作人员咧备料边仔煮梅大鼎，边仔摆一只鸟鼠长长尾搁咧喊，店员发现轻轻凳桌顶，鸟鼠直接跳入鼎内底。店员竟然是无代志继续料理。有民众查查报告台中市北区中华路一间卖广东梅店头买物件，翕到这画面镜甲铺网路，一直讲店员伤过特定，其他的民众感觉想要吐。附近的摊商也讲伤过喊过，暗过形成开放式空间，真歹有风。我应该会直接跑走啊，就不要在那里了，蛮恶心的。没有密闭式的嘛，这个像这种户外，它这样跑动根本没有办法预防啊。员工11早起照常开门准备营业，汤桶就放伫涂骹。面对食安做到这期，伊想要联络头家无成功，敢若表示平常时店面拢会清洁，毋捌看过鸟鼠，但是发生迄一天伊无上班，无清楚实际状况。我们都会做清洁什么的，对，因为我昨天人不在现场，所以我不知道。将前往稽查，现场如果有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项目，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复查若仍不合格，依法可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其实伫档的边啊，业者就放了鸟鼠的笼仔甲联邦，这店员后来直接关门离开。台中市食安处表示，会马上派人检查，若查到无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项目，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佫检查依然无合格，对照食安法罚6万到2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镇定有3间铁厝伫车闸着火，加载是无人着伤，也毋过现场有住户行出来，佮边仔佮对一只台湾高山仔，讲这是伊饲的动物伴。农业局表示讲，这已经违法了，嘛已经通知这个民众到案来说明，会来处罚。红红的大火甲乌烟一直冲对天顶去，高雄镇定计划街3栋相连的铁厝车闸熊熊着火，现场断电泉水拍过，消防人员惊有人怪伫咧内底走袂出来，急摕家私头仔来挂铁门。加在有厝边大声走出来到联络人讲，厝主已经对后尾门走出去啊。不过厝主人一出现，遂引起现场警消甲媒体注意，因为身躯顶冒一只台湾狗。很怕，刚刚那个烟跑出来的时候，他就吓到了。养多久了啊？养好几年了。哦，他几岁啊？他现在几岁啊？5岁了。人因要饲，咱我敢袂使个啊，讲伊安怎样啊？对啊，恁迄是袂使饲无毋对，但是问题人因着饲毋知偌久啊，咱毋知啊。虽讲台湾狗已经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中央伫181年已经公告列为禁止饲养的动物。民众甲台湾狗饲伫厝内底已经违法，附近的厝边也证实因有看到伊饲狗，逐工带出带入。农业局听到风声，也随联络这名饲主来交还说明。不过饲主说讲，迄只狗伫咧火烧厝迄天拍着惊，已经走到无看影。农业局表示，民众有饲养台湾狗的事实，按照动保法，相关会当罚25万。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后续将依相关规定予以裁罚。说台湾猕猴它是野生动物，它是不适合饲养的，它长大会发情，那甚至呢，它会有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各个县市如果有看到台湾猕猴被饲养的情况，一定要打1999去通报相关单位。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表示，台湾狗红对保育类的提调了后，有民众去山顶，若看到狗仔囝古水，就会带转去饲，这对高山甲生态拢会造成无好的影响。农业局强调，会持续联络饲主，若是有找到迄只台湾狗，后续会评估，看要进行野放，还是送去适合的地点来收养。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车闸伫北京甲叙利亚总统会谈，这是叙利亚1946年独立以来头一个总统去访问美国，要来寻求美国的支持。也毋过会谈的过程是真低调，叙利亚总统是为边仔门入去北京无欢迎的仪式，嘛无开放媒体采访。叙利亚总统夏拉随着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会后北京也发两人伫咧土耳其办公室做联翕的相片。参加的人有包括副总统范斯、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高阶官员。川普向媒体欧罗夏拉是就伊基一个领导人，相信伊让成功治理叙利亚。Well, I've had an agreement with him. He's a very strong leader. He comes from a very tough place, and he's a tough guy. I liked him. I get along with him. The new president of Syria, and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yria successful because that's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总务也讲，叙利亚现阶段稳定的发展对中东和平计划有帮助。Syria is a big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 will tell you, I think it is working and really well. We're working also with Israel on, getting along with Syria, getting along with everybody. 43岁夏拉所属的沙漠解放组织，伫进前被认为是甲盖达恐怖组织有关系。夏拉也表示，美国赏金1000万美金的圣战书。夏拉伫咧2024年年底领导沙漠解放组织推翻长期执政的阿塞德政府，伊上任了积极甲暴力历史切割，对国内外拢展现温和的帝国形象。夏拉也是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叙利亚总统。伫会面进前，夏拉甲美军的成员做伙拍篮球。伫会后，伊离开北京时阵，也行出车队向支持者致意。夏拉这边访问行程真低调，只押由边海门离开北京，无欢迎外宾的仪式，也无记者联合访问。不过，川普政府积极促成夏拉访问美国，伫咧5月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积极将夏拉自恐怖组织名单内面提掉，并且协调联合国安理会解除对夏拉的制裁，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有重大的转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法国的前总统法萨科齐，车站法院是裁定讲，伫咧等待上诉的期间，会当先甲伊放出去。伊是因为无了非法收政治现金，互法院以共无罪判5档的有期徒刑，伫顶个月2日互掠去关。在得到巴黎上诉法院批准了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车站离开巴黎圣地加港，伊坐一台黑色亲切车窗的轿车，驶向伊伫巴黎西区的客机。到了后，萨科齐甲伊后生前后落车行入家门，伊伫社群媒体打文，向所有社会支持为伊辩护人致上上深的感谢。所以会准备上诉，集中所有精力伫证明家己的清白顶悬，真相最后会胜利。70岁萨科齐被控刑事共谋罪，自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伊亲身收已经过身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的政治现金，9岁之后被判无罪。10月1日入家，暗过马上提出等待上诉。审理期间释放申请。Bon, malgré tout, je pense qu'il a pactisé avec le diable, et donc ça se paye à un moment donné. Il y en a qui, même s'ils font appel, ils restent. Bon, c'est vrai qu'un président en prison, c'est pas. Il y a mieux comme image, mais bon, tant mieux pour lui, quoi, on va dire, mais bon. 法国的法律规定，等待上诉期间，原则上应该以释放为原则。法院表示，萨科齐的释放是根据特定的法律标准来决定，比如逃亡的可能，伊无逃走的风险。不过，法院特别禁止萨科齐甲现任司法部长达马南接触。达马南表示保守派人士将萨科齐看作是导师。了后，伫2017年加入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政党复兴党，达马南顶个月捌去加探视萨科齐，引起部分法官的批评，认为损害司法独立。公司新闻恩惠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目前是伫立法院，阁还未送予委员会审查。针对若要提出的军人加薪，阁有减少退休的保障，拢编入预算，条约是无共识哦。嘛来等大法官释宪。国民党的立委是真不满，讲行政院无要依法来执行3读通过的法律。也毋过哦，邓英台是强调讲，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嘛未当破坏现行的体制。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对一读了后，复议还未交付委员会来审查，已经倒伫个立法院42天，条约一直拢无达成共识。爱等立法院长韩国如果一摆来调集协商，立委烦恼讲，照规定预算案若无通过，旧的项目会当留用，但新的项目亲像经济部明年增加383亿，国发会增加0.6亿，农业部增加49亿，国防部加上特别预算，拢总增加3000多亿，这拢未当使用。对这个部分，行政院长窦英台伫10日嘛表示讲，伊会较紧和韩国瑜来做沟通。我认为我在总咨询结束的前后，应该跟韩院长有正式的一个谈话。大概什么时候？总咨询结束的前后。下礼拜就结束了。对呀，那也要看韩院长的时间呢。针对总预算案副委一直调伫遐的原因，知影坚持要甲纳白联手通过的军人加薪水、减少退休保障编入预算。行政院以违宪做理由声称释宪，但是宪法法庭目前是停止运作，才互这案调伫遐。人为吴宗宪呛声窦英台，双方对法律违宪一路战到封杀大法官。吴宗宪不满行政院无执行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窦英台反击法律未当破坏宪政体制。我现在可以陪你到总统府去
现在是总统不愿意提大法官人选，请他提出来，搞不好他第三波提的东西，第三波提的大法官人选我们都很喜欢，所以希望法院不是总统府的立法局，不是橡皮图章，我们必须就每一个人去严加审核。在人事同意权上，总是党意凌驾一切。对外界关心讲，那大法官做出是合宪的判决，刷落来的回诉法方是一摆发了，还是分几啊摆发？当然提讲，只要合宪，就会去找资源，准备好预算。你会建议讲，要建立公告追溯补回 SOP， 和开放名册，让民众会当来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昨伫德国毗邻自由会议演说，伊指出讲，欧洲甲亚洲受到威权渗透的手法是真相常，其中有认知作战、假自信，严重影响着民主社会。蔡英文嘛强调讲，咱台湾透过各项科技甲社会动员，已经锻炼出愈强的韧性。伊嘛呼吁民主的伙伴，得爱互相加强合作。几多个国家的政要甲公民领袖伫咧德国毗邻自由会议做会探讨对抗威权论调复兴。咱前总统蔡英文也接受邀请发表演讲，伊讲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就是威权势力扩张的真实威胁。同款的情形也正出现伫咧台海甲欧洲的政治社会，像散布假消息、操作网络舆论，也有渗透媒体。In Europe, as in Asia, the authoritarian toolkit is very similar. Much of the destabilizing tactics Taiwan has faced in recent years tend to find their way to Europe eventually. 伊讲，民主国家才重视资讯领域新的攻击手段。台湾强化韧性，唔单只是伫军事层面，也包括民防组织、网络治安甲社会凝聚力。伊做总统时阵，国防预算成长超过8成，也投资无对称防卫能力。Taiwan has been proactively building its resilience on multiple fronts. Particularly, Taiwan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s in defense. During my presidency from 2016 to 2024, Taiwan's defense budget rose by over 80% at a rate of nearly 8% per year. This was the most organized and systemic defense investment Taiwan has ever made. 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唔单只是产业的竞争力，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安全架构的一部分。伫 AI 时代，晶片代表科技加国力，台湾对全世界经济正重要。And through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aiwan has built an ecosystem that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ur high-tech sector, particularly in semiconductor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an age where AI also defines power, Taiwan's chip industry also anchors global prosperity. 伫发表演讲之前，蔡英文催告也甲德台民间论坛的主席，前欧洲议会议员鲍瑞汉见面。鲍瑞汉讲，蔡英文甲副总统萧美琴伫一礼拜内前后访问欧洲，这伫咧5年前是想袂到的代志，表示台湾甲欧洲的关系慢慢伫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风台哦，气象署伫透早5点半已经发布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风台目前是位伫个暖偏的西方，继续往台湾移动，强度嘛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咯。上计明仔载透早去吸到台湾西南风的陆地，明仔载下晡到暗头仔会对南部定陆。目前哦，包括台南、台东、佮高雄、甲屏东、佮恒春半岛是陆上警戒的范围。风台已经减弱变作轻度风台，也过由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提醒拜二北部甲东半部会落大水雨。气象署表示，虽然目前中南部的风雨无明显，但是风台对南海渐渐行向台湾南部的过程，外围环流会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甲恒春半岛造成威胁，中南部的雨水也会开始增加。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这样子外围环流或者是台风本身会开始逐渐影响到中南部的这一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风场的转变之下，北海岸东半部的雨势有略微减缓的趋势。不过在中南部也会经历一波比较短暂，但是可能当中伴随比较强的降雨。
气象署讲，风台上紧伫拜三下晡至暗时会登陆台湾，受台湾地形影响，伊的强度会阁减弱，甚至有可能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到时北部、东半部的雨水会转好，中南部、澎湖、金门、马祖爱特别注意落雨情形甲强阵风。有估伫拜四透早风台就会离开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南以北、基隆北海岸，甚至部分的中部以北的内陆地区，还有在恒春半岛，都是有较强阵风，或甚至在我们的沿海的这一带呢，其实黄色的部分是可能会出现10级阵风的范围。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持续可能会有这种10级左右的强阵风。气象署提醒，拜三是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西南部沿海要注意大影，也阁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乡亲要密切注意风台安全行。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南台湾沿海风影已经变强了。透早垦丁南湾的海边啊，有人咧冲影，因为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南湾的海边啊全区是拢禁止水上活动哦，所以民众已经违法了。另外，沙区的满洲乡昨嘛已经先撤离51个人。风台慢慢挖进南台湾，海影一阵阵拍对岸边。画面详细看，垦丁南湾的海面，阁有人咧冲影，因为已经发布风台海上陆上警报，南湾沙埔拢有红线禁止水上活动。垦管处表示，安尼已经违规，请民众配合，无会违法。11月11号早上6点又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所以目前所有沙滩全部是封闭的。请游客不要进入游憩。经劝导不听，唯一国家公园禁止事项第15项，罚款3000元。居民轮流上车，准备撤离。屏东满洲乡对昨下晡开始，雨就无停，风嘛袂熄，点钟雨量超过40毫米，风速超过12级，烦恼当地居民的安全。乡长按照县府的指示进行预防性的撤离，拢安排到恒春的民宿站大。有少部分移亲的好像是16位还是17位，到收容所安置的地方的则是52位。今仔日早起，县长周春米前往东港大潭扣水池，时早工程进度，水利处表示工程未受到风台影响。县长讲，虽然风台已经降级做轻度风台，不过沿海的民众也是爱注意风影。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代替宣布讲，滨溪线因为地基流失需要抢修，所以明年的1月30进前，随风甲真动的火车停驶哦，要改用公路客运来接送乘客。今仔新北市受7区哦放风台假，所以公路客运嘛停驶一日。拖拉机载阮土石沿铁基路慢慢仔行，怪手嘛趁雨势，即马较细，较紧来抢修。10月后半个月的大水雨，造成代替北溪线蒙古站到岭卡站之间的路基流去，铁基路会较变无明显。蛮严重哦，它长度大概有70米，它落差大概30多米，整的沿岸线都崩掉了，因为它下面是石头坡啦，所以说整个泥土上面的泥土都滑掉了。现场目前已经有黄色的封锁线禁止人员入去保障安全，不过铁路运输登去，代替马上安排随风到启动之间提供公路客运来接送。拜日因为风台愈来愈近，接送服务嘛暂停一天。风台来啊，新北市宣布拜日随风石碇、卑南、北溪、双溪、贡寮含乌来7区拢停班停课。在风雨内面，当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赶快是出现伫岭卡车头的附近，在大雨内面帮助交通指挥，和抢修工程无受影响。代替嘛，希望会当提前完工。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因为它好大雨，那个公路的路况有问题，所以今天暂停。我们是预计1月30号啦，但是呢，提早当然是更好啦。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的强化效应，新北市府的气象团队暗算拜日是对新北市的影响上大。新北市规天拢会伫咧风雨内面，高区的强阵风有可能会到8级以上，请民众千万袂当大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新店禁售甲辟谣，因为顶个月伫落雨山区的冻土墙崩起，因风台来了，新北市的工务局嘛赶紧派人去处理。风台雨即马是愈来愈大哦，附近民众是真烦恼。目前是有29户67人，阁无法度登去处理，就要等到评估安全，才互民众登去。
工程人员早起来到现场设机具，准备要量地基，了解地质的情形。红雨风台瓦群新北市新店，真侪住伫咧山区第一排的民众真紧张。新店的饮秀社区加碧瑶社区抢修工程还阁伫咧继续进行，工务局即马已经完成降水、降土合的作业，也在一寡大地控制力稳定遍坡，24点真久伫咧监测。不过即马就要想讲，这么大片倒来挡到墙要安怎拆？也未拆好进前，风台又过来，雨也愈来愈大，大家真惊。我也是会怕，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都会怕。真的哈。对呀，因为危险呢。如果那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新北市政府统计，即马2个社区第一排大雨，还有29号67个人无法度转去。工务局表示，就在工程若结束，会请结构技师加建筑师入去内面勘查，就会确定建筑物的结构有安全，才会安排大雨转去厝。目前工班跟机具也都在现场随时待命。那如有通报的话，市府这边会第一时间出动所有的机具跟人员，那来保障民众的安全。那另外我们在9号的时候也有请大地工程技师进行工区的巡检。那目前所有的监测数据跟工区的情形都是属于稳定的。工务局讲，伫防灾作业了，包含大雨转去厝，一个放下部分安怎拆，一个复建工程拢会继续进行。大雨也希望会当赶紧转去厝。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按说明仔载对南部登陆，台南进前因为丹那市风台灾情真严重，风台阁来咯，即马需要换新布棚的，就赶紧来替换。有的民众嘛先特地到收容所，今仔早起后壁区公所的人员甲里长，嘛一户一户劝民众先离开。啊，人呢有你信心的人就安尼讲。对。公所人员甲里长逐户去巡，因为像即间厝的厝吊还阁看篷布。用链啊，甲砖啊，甲地地，马路边还阁吊几下链啊，增加重量，希望莫去互风台扫去。靠篷布查风热雨的情形，从7月份持续到今，即马风台阁要来，里长可劝因爱脱离。应该伫愿意，爱呢吼，阮公所区长决定会特别注意来配合互咱的住户，甲因关心安尼啦吼。加说要对你了，过来甲咱念。说民俗啦吼。对。而且来就来，拍算啊，无冇多啊。但那是风台受灾后，厝还未修理好势，或者是要看篷布的原因真济。有的是厝内有事大过身，爱等对年；有的是排队咧等指定的工班；有的是无人大顶顶。高是伫咧咸水就有35户，后壁区嘛有78户。台南市民政局车站嘛请各区公所提出相关防灾的措施，包括换新的篷布，甲民众刷去收容所等等的方案。看布棚的这家户我们会逐一的去通知。我们总共50几户，我们是逐一的去通知他。如果真的是发生的风大雨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们依亲或是来我们公所的避难收容处所。另外，进前算断了真严重的7股西寮里，嘛量早准备物资甲收容的所在，甚至有的民众连茶水的房仔嘛拢已经拆好势。我年岁较中老的迄，我拢拜托因事先再入去市内，互风台过了，较接转来。台南市民政局强调讲，受到丹那市风台影响的47800多户，已经有9成修理好势，或者是进入中建的阶段。咱若只要看篷布的徛家，请各区都要加强宣导，爱固定好势，嘛检查排水的设施，以防风台来的时阵，搁一摆发生灾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高岭自然公园是全台湾头一座高尔夫球场转型的自然公园哦。市政府拍算要起一个人行的天桥来挡大庇护园区甲公园，也毋过民间团体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环境。最近因阁发现讲大庇护已经有怪手在整地咯，所以要求市政府要马上停工。现场至少6个已经发草的土堆，还个挖到沟仔边用山包墩起来规排防护。民间团体发现最近有怪兽伫咧整地，特别到现场抗议，要求赶紧停工。变更设计护森林水库。事发的所在是伫咧定青湖内面，民间团体认为定青湖是高雄的饮用水保护区，也是山坡地观光风景区，园区的森林正重要。高雄市政府所宣布要做天桥连接定青湖园区，还有高岭自然公园。天桥边还有设84个停车格，计划有7成有算是中央补助，无照规定先做生态检测。
这片森林呢，就是它会做一个大空桥，它会直接毁掉37棵树，但是它还有所谓旁边的一些施工动线，大概有很多大干会被砍除，可能还会超过30棵以上。所以其实它破坏的程度是很大的。你做了这么多利民的事情，为什么选一个最差的方案？不要等到将来做好，让我们居民来散步了，每天在骂这个是什么东西？高雄古岭自然公园是全台湾第一座高尔夫球场转型的自然公园，保留原本的山轮、水边啊、加草坡啊，即马又搁拄到新工程要入去。因为定清湖这边是高雄的饮用水保护区，民间团体捌提出其他的代替方案，不过拢无被采纳。市府是回应讲，天桥是为了要让游客免过车路，增加安全性。代替方案经过评估了，以外也是有车流，安全有问题，则无采用。工程会用详细开发范围，若是拄到树仔要耍，也会伫咧定清湖园区另外找所在种。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才核准加热粉上市，海巡署的宜兰查缉队伫10月31日下晡，伫宜兰的乌石港一只游艇查到走私加热粉12000外包，阁有加热铁警警，船长有顶2个人是互移送法办。宜兰查缉队甲相关人员是伫游艇顶头查到12389包的加热粉拢是日本的包装。这只游艇是对日本的石湾岛驶来乌石港，嫌犯是利用较近的距离来走私，也毋过嘛是互抓到。这是他自己拿的，来过来，你自己拿。今仔执行署台北分署拍卖2台远东航空的飞行机，有一台是头一届拍卖，底价是500万，也毋过无人来标。另外一台已经拍卖第4届了，今仔是以240万卖掉。另外，伫树林分署今仔是嘛拍卖64万粒的泰达币，有真侪民众拢有兴趣，头一标就以310万卖出去了。伫拍卖会现场，有人专工来注意这个拍卖物。所有的航空器那是 MD82型的客机远东航空的2台 MD 客机，一个欢迎拍卖会名单内面，其中一台是第一遍拍卖，底价只要500万，不过在一个拍卖会无人得标，宣布流标。其中一架是无人应买，那我们会在定期做第2次拍卖。那另一架就是240万元的价格拍定。飞机会予人拍卖，是因为远东航空2019年宣布停止营运了，飞机拢停伫咧停机坪内面，欠上亿个机场服务费等费用，被指控掏空远航资产超过32亿个公司负责人张光伟一审判14年，案件上诉2审14要宣判。310万，第3次，恭喜11号民众得标。执行署11分署伫双11这天连续举行拍卖，尤其是树林分署的拍卖标的，包括涉及诈骗案的对象科技64万粒的泰达币，价值要到2000万，拍卖数量也是史上前3多，分数几落标，加第1标就将一人划价，上尾也顺利得标。闲闲没事就来晃一下吧。目前来讲稍微便宜一点。希望用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购物节的这个概念，结合民众生活的认知，那推广我们行政执行署的拍卖的活动。这回拍卖日子是特别紧过，发布部主张讲，希望会当带动买气。伫双11购物节这天，毋但是民间企业伫咧送优惠，就连欢迎拍卖市场也得到这边的风潮伫咧推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档一届的总统科学奖，早起伫总统府颁奖，这届是有2个人得奖，一个是4名科学组的梁经义院士，甲工程科学组的叶经纬院士。总统赖清德是亲身来颁奖，总统嘛宣布讲，要来启动313的诺贝尔计划，目标是伫未来30天内，互台湾伫物理、科学甲医学3个领域至少有3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我发现了这个高商材料的成分世界，让很多就全世界的科学家呢都可以进来开发跟研究，跟传统材料一样，可以用在各个领域，从民生到交通到国防到生意都可以。主要是针对纵贯性的那个数据的统计方法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叫 G11，几十年了，我们还是很高兴说还是持续受到使用，尤其是在譬如说在公共卫生政策评估，还有就是前后侧临床试验的那个正确的那个疗效的那个评估，其实我们都扮演重要角色。
中研院士梁经义是全球生物统计领域的领导者，对于全球流行病学甲健康研究是有正大的贡献。另外一个中研院院士叶君伟为发展高尚合金研究是摕到50项的专利，为创新材料提供全新的方法。这两个得奖者分别拢有300万的奖金。总统嘛望讲，台湾伫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未来至少会当增加3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再来看作家郑金明，国中就开始写诗咯。60当来，伊的创作是超过400首诗。伊讲写诗会当来消透感情，嘛是关心社会的方式。美丽岛书店的诗，伊写诗安打真侪受幸人的心情哦。今年伊嘛得到53年奖文学奖的肯定。狠狠地把我从温暖的土里连根挖起，说是给我自由，然后拿去烤，拿去油炸。用汉字来比喻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的台湾，描写台湾人受尽苦难，无要搁吞忍，勇敢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郑经明的这首诗，安打真侪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心，也是伊真出名的代表作之一。1948年，郑经明出世伫高雄蛤蟆星的一个医学世家。自细汉就爱看册，郑经明讲，以早无啥物册店，所以伊读国小的时，常常会走去路边的册摊看册，啥物册拢看，嘛捌因为安尼发生过真趣味的代志。在看得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在动外卡的对啊，在踢外卡，我前面就想那种，但是这个走行路是无好势踢的，去来看，哎呦，唔是老师。我大了，我真死个，大了来种小妹，来种小弟。并开老相片哪比哪讲，以早细汉时的代志，郑经明甲当拢也记条条。读高雄中学的时，国文老师的感觉，互伊有文学的底底。郑经明唔但爱写嘛搞写，对高中开始就甲同学家己创作伫学校出册，冒写诗投稿，去互迄当阵上清的杂志《文坛》看几落摆。对16、17岁开始写诗，甲当已经60年啊。郑经明讲，一首好诗爱具这3项条件：是批判性，或者是讽刺性。所以他说要有惊讶、饥荒，还有一个是什么？哀愁。因为作品表达的内容瓦大现实，呈现人性。郑经明的诗自大学就得到《历史期刊》侪前辈肯定。郑经明讲，尤其是陈千武老师，带伊正式踏入台湾文学界，知影什么才是真正的诗。郑经明自1982年开始做文学界，一直到后来的文学台湾，伊哪写诗，哪出版杂志，毋茫为台湾的文学尽一份心力。一个大家志同道合啊，对台湾文学有一个信心啊，甲有一个希望讲，嘛爱台湾文学，毋是讲无好的文学，也是不重视。甲作曲家陈武雄合作，甲诗变做台语歌。郑经明60年的创作人生，隆重出版9本诗集，超过400首诗。虽然因为医生的工课有8年的时间较少写，虽然这阵因为出版社的势头写无济，不过对郑经明来讲，写诗就亲像食饭同款，食这食足不管，一定爱食。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报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